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又变你的歌。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你正经话去，无时间做得啦，老婆啊，来拜托你的事情哦，要让我天数哦，来无错付卡，你要让我天数肯定来生意的哦。冇问题啊，我当然都会过来帮忙你看生意。我冇做得啦，我姑娘吼，了几年还谈做屋下无事情，我做得兴趣吼来你屋下坐呢。啊，毋过先讲吼，我姑娘的脾气无好，万日啦，你还说你无乖，本期大到你莫怪我呢。唔会啦，生意都无怪哦，本来就会修理的。不过啊，下次无按冲吗？好嘞，你无喊啦，我了无够创的，老久要补充啊。来对啦，送药对吧？不是的啦，行好啊。好好好。拢歹势啦。阿爸老掠的东西带底，想要着个事情，看到掠的东西，阿爸的心肚怎要较好点？
是阿爸哪能个演变？也哪能你一种法？阿咪，你唔好叫咧吼，阿娘阿爸看到，伊会动艰苦呢。天公日，阿爸就要走咧，我着要小个送本机出去，好冇？阿爸，阿爸，你要安怎好呢？说唔听啦，佢起来做船，两摆做体啦，下一摆唔知嘛个时节，怎做得恐吓实际哦。真唔会咧，阿爸当家就要转来啦。系啊，我讲的嘛个法，你下交通按法他，对高雄转来啊，早几点钟听听啦。甲伊放假啊，我就转来看夜钓哈。到高雄了后啊，我为了高雄的天发啊，老伊讲，有事情啊，会打电话本来啊，对吗？阿爸，你唔好担心啦，你去甲伊补充哦。我已经老林莎讲过咧，要老我的好朋友啊交代过，会好好照顾夜钓。先发送，你就唔使担心啦，哈。只系，我落唔差啦，郭先生工商来了啦，两封信哈，你让我天数交本郭先生哈。好。阿明还蛮放起来啊。伊一定闹脾气了。狗毛子啊，阿爸根本伊哦做好做船嘞，你无会老来坑下说啊？阿明啊，阿爸弟哦，你本也一白的，怎会答应陪阿爸去高雄？其实你的心肚哦，都唔盼得啦。阿爸也唔想安样啊，不过啊，为了理想哦，阿爸无法度啊。你要谅解阿爸啊，你唔好安样啦。阿爸答应你哈，下摆阿爸转来哈，阿爸一定会赚更多的钱，买更多的甜甜圈给你吃好吗？阿明啊，阿爸存的时间哦也无多咧，你无去参爱，我也无法度啦。阿爸也做唔得，搁怪你咧。有一弟啊，
你强控伊的声音啊，无发脾气的权利。阿爸了后对伊心肝暗恨，是爱锻炼伊，本伊提早学会处理。阿爸真嘅唔盼得，但是阿爸也无别啥办法，懂歹势啊！阿明啊，阿爸会走咧。阿爸，你莫担心啦，阿明过2年就好嘞。希望是安样啦。阿爸，唔做唔去，我来唔查粗茶呢。查妹啊，你真经去阿爸亲乖的妹的，因为有你哦，我才放心去安然的高雄做事。阿爸拜托你。为了俩查某顾好吼。为了阿明顾好，还有我哋嘅查验啦。好啦，快落去啦吼。阿爸，加油！是我阿爸，你真给我走！是我阿爸。好叫嘞，阿爸当叫出我进来。阿姊，阿爸去走了。阿咪，你莫叫了吼！阿爸，阿咪，阿爸，阿咪，阿咪，我冇事，阿爸爸都去冇爱参爱了，现在咪就冇老阿爸讲啊。阿爸，你阿家都会转来，我阿家都会转来。阿咪，我你不敢等你，妈妈爱等你给我。爱弟，俺会帮你等条桥，俺一定会给他转来的哦。参妹，来。阿爸，参妹，我看老娘老太哦，就搞本事了。你用啥？做唔得香草啊？我要互相天数，我要乖乖哦，等阿爸出来了，你吗？参妹，阿妹。林老师，郭老师，你先说。古茶妹今天没有来上课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这就是我要找你的原因啊，因为古阿明也没有来。什么？他们2个平常不会乱旷课哎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还蛮担心的。我去打电话好了，请附近的茶农去带他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谢谢啊。茶妹，阿敏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
怎么不来学校呢？老师问你们话啊。茶美，你说。老师，我爸爸去高雄了。为什么？老师，这是我爸要给你的。郭老师、林老师，你们看到这封信时，我想孩子已经跟你们都说明一切了。因为决定得太紧迫，来不及跟你们说一声再见，还有表达这些日子来你们两位对我家照顾的谢意，请你们见谅。我相信做这样的决定是老天的安排，我乐意接受。只是我真的很放心不下我那两个孩子，请你们有空的话，多帮我看顾一眼。我衷心的请求你们，好吗？是我家害他们逼到这个地步的，是我家害他们骨肉分离。我真的讨厌自己的懦弱，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。旁马个莲塘，莲塘杯种韭菜，韭菜花。用啥烧嘛个啊？阿爸，你创唔错嘅啦？唔好想下好重。古阿妹。阿爸，什么你？阿爸，什么你？你用啥就按胎嘞？还奶嘛个啊？阿爸根本要当选去啦，你去我背吼，好好说一传，好冇？好，阿姐，懂我呢。夜刚刚秀才郎，期盼马个莲刚刚秀才郎，期盼马个莲塘，莲塘湾，种韭菜。韭菜花，给情歌，情歌温泉一流通。你这个这么干了？没啦。你讲掉下来了。唔讲，你又唔係恁告訴我，你之後你不用改好。你怎麼改我本來？上擺永遠本來嘅，因為誒看到你精神唔好，骨數若本唔熟，看要好就會無啊。每次阿爸出，身體就會好嚟啦。唔講，係阿爸已經去高雄啊，
唔知嘛个世界怎么算了，来都用阿爸，唔会叫的啦，那冇办法冇叫啊，来都伤心嘞，阿爸冇出，你喺同學要做啲照顧我啊，你之後你冇人嚟冇做朋友的哦。你本來就冇想過冇人做朋友啊，迄唔是唔出嚟嘅。我哪有啊？我做就冇人嚟冇見嘅啊。嘅艾莉係好朋友嘛，本來就係好朋友啊。本出木子，是的啦，是做了就好了。你之後。每一次就會諗你講，你就會干預我，就會參加秘書嘅事啊，你就會干預我，我哋再講真了。嚟我哋講，我先拿本看。真嘅。嚟大哥哥。阿姊，我係咪阿嫂起來嘛？唔好啦，看佢暗聽嘅樣嘅，喊半佢睡下啦。哎呦，多点的，查某阿面，伊歹势哦，啊讲话就照顾赢着，结果硬是甲水果条咧。冇要緊啊，阿嫂，我聽書唔準備好飯咧，叫我食啦。你阿公蠻好意思喏，迄硬應該準備本贏着10張醋啊。冇要緊啊，阿嫂，我都會做飯咯。你親腔太家是弟，硬爸吼，經常到處吼，頂強要一腔誒。眼神一射下書面，長出來是東西。阿姊，唔知阿爸你好咩話？你和阿爸一天啲嘅相愛掉。好啦，你唔好艱苦嘞，吃飯哈。阿姊，你點解嘅時間阿爸都喺做乜嘅？一天啲嘅做事啊，你唔好擔心啦，你好好讀書就好嘞。阿姊，嗰條草啊，有乜咁好看嘅啊兩片草啦，你看佢有4片葉嘅，兩串人工嘅幸運草。幸運草？哦，計我一隻。草上啲料味好好嘅，唔做嘛教我食。我一本林志宏啊，因為佢本來去參加比賽，我希望佢做得當幸運，得做大獎狀來啊。係咁樣。你諗佢想好？阿姊，你知嘛？原來以前嘅鄰居對佢條條那本愛書呢。難怪我弟弟啊，好啦，我幫你找。我生意條誒，找唔得老爺邊弄快啊。好啦，我要生意啦。最近暗號，我是冇用。今日下爸咩生意嚟發本年嘛？我上嚟馬雞花。路邊花？所馬雞我上嚟路邊花。阿姊，你唔係講過路邊花係印尼茶葉最好嘅皮料啊？就像阿妹照顧生意相用，阿姊咧照顧我，就像路邊花有犧牲奉獻嘅精神啊！真白，你講到我危險。阿姊，你係路邊花冇？我係當中意路邊花，唔過你下冇啊？等明年春天佢種出來咧，一頓菜來送俾你。好，講天呢，到時唔好唔記得咯。東西帶齊冇？有啦。師傅，
比赛嘅时节爱心情放松，唔好紧张，较认真看题目，专心画图，对无？爱知的啦。好嘞好嘞，落去啦。子凤，阿姊，唔好讲的啦，越讲啊越紧张呢。我去爱老你讲，加油！安子噻。阿爸，阿爸，你那边哦，你还刚转来啊？爸爸都无限咩？哟，呀，你今仔去比赛吼？唔拢会伫啊？哎呦，爸爸真关心的迄啦。只要迄件事情哦，就算爸爸都弄要无限啦，无多卡，爱咪要闷啦，唔看。唔今仔去比赛哦，爸爸吼都弄要当无限咯，特别激转嘞，要同加油的你嘛。喂，唔好帮爸爸流气，我吞下黑狗，整起讲用，对嘛？来滴咧。好好做爸爸的茶叶糕，对嘛？哟，小文啊，好同样都来叫我叶糕咧，哈？阿叔，我要花老你讲。有嘛花吼，黑糕做你当叫我讲哈。今天哈是那个校际美术比赛日哈。本来哈应该是我跟郭老师陪学生去比赛的。你们现在也看得出来啊，我们身体啊非常的不舒服。看得出来，不就是牙痛而已吗？龚老师，你该知道啊，这个牙痛不是病，但是痛起来要人命。你们现在哈有哪位老师啊，可以帮我陪郭老师带学生去比赛的？主任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今天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人陪他去，这样互相有个照应会比较好。翁老师，翁老师啊，既然你这么说哈，那你就陪郭老师去好了。我不行，因为我今天的课程很重要，不能出公差。主任，你还是请别人陪他去好了。这样啊，那马老师啊，麻烦你陪郭老师去啊。哦，我不行啊，我今天下午有体能测验，不能去出公差。对。奇怪，平常你们不是都很喜欢出公差的吗？怎么今天？主任，还是让林老师陪他去好了。我？对啊，林老师今天才2堂课而已，音乐课我帮你带。对啊，而且林志宏要参加比赛，有林老师陪，最恰当不过了。这是个好办法。那林老师啊，就麻烦你陪郭老师去了啊。是你说要快的嘛？你怎么啦？才跑一下就累了。如果你跑不动的话，我来帮你拿给林世宏啦。唔会啦，我一直讲拿本去，走啦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就要去会场了哈。老师在这边提醒你们，放松你们的心情，不要太紧张，仔细的去想一想评审给你们的题目，然后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。老师，这句话早上雪芬姐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你们怎么都讲一样的话？是不是他好的啊？好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郭老师，我还没有东西要给林世宏。林志峰，你喺我叫你菜嘅，阿姊讲你喺欣赏，我帮你带啲上红嘅。郭阿妹，林志峰，希望佢做得帮你带来幸运，加油！郭阿妹，什么？你是海希啦，林志峰，你得奖会替咱本来空奖仓哦。好了，阿明，有什么话回来说吧。好。喂，郭阿敏，你干嘛要对林志宏那么好？是他爸爸害你爸爸没工作的。你阿爸有讲过啊，唔係林志峰嘅唔錯，係我拉佢做朋友啊。
你贝贝人真好，要是我才不理他哦。医生，嘿，上课了，回教室吧。阿咪，阿咪，其实来露痰用的喏。什么？你使唔使人受理啦？刚好保健室跟护士看过嘞，你弟弟哦，胆腔黑，田一条捏到嘞，骨髓怎么分体？保健室护士哦，刚好老给看过嘞，有些还是冇事嘞哈。这句好嘞。不过护士有提醒，他觉得古阿明的腹部比较肿，这种状况不太正常，要特别注意哦。马姐，茶妹胆腔黑，你听听，妈该这么挑的，你要他注意什么了？对哦，我都忘记他们的父亲不在家里了。茶妹，你使唔使人受理？你哦，注意力照顾娘老太，其他事情你们让妈妈劳你天数，哎呀好吗？好吧，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照顾古阿明，老师先回去上课喽。阿咪，唔用的喏，唔用的时从不偏啊。他一定是很想爸爸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连睡觉都在想爸爸。阿咪，唔系只有你想阿爸，我也都想阿爸，我也希望阿爸做得行条转来啊。你们不要这样啊！害我会想我妈妈，我很想妈妈。各位同学哈，老师提醒你们，等一下进教室之后呢，就要放松心情，把你们心里想的话出来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听起来蛮有信心的嘛。好，你们等一下要注意哦，各个年级的比赛场地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有兴趣吗？来这边，你们在那个地方吧。哦，加油哦！那我们去那边等好了。各位同学，现在一定很迫切的想要知道今天的题目吧？今天的题目是最感动的事。我想在各位同学日常生活中，一定有过最令你感动的事发生。现在就请各位同学尽情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将曾经最令你感动的那一刻景象描绘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林子凤，你喺我叫你菜嘅，阿姐讲你係輕音爽，我幫你帶啲上紅嘅。你说你食物回来了？他现在回来这样有用吗？有用，只要有心去做，或许谷家还有转换的余地。我需要你给我信心。加油！会不会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去说。
希望能尽快听到你带来的好消息。我尽力。真的没事了吗？老师，我真的没事了啦，我的头也不晕了啊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可以走路了吗？阿咪，你要精神哦，看起来唔太懂好，迄嘛用啦。你着今晡暗晡做当爱副卡台，爱妹哦要照顾你着，安样好吗？唔是啦，汪老师，爱着去练沙，为了看爱着，假使爱着无找，伊着要担心呢。假使阿爸伫咧，伊也要担心。爱做照顾露台啦，伊着唔好担心爱着个事啦。对啊，老师，我还是想回家，周哲看不到我会着急耶。好吧，这次就听你们的，你们先回去。要是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知道吗？给爱来先做去办送哦。先一点。嗯。好好上课。嗯。真情和命运太不同。有个些人就像温室的花朵，需要你保护；有个些人就像草一样坚强，真的让人好心疼。国民的状况还是得跟郭老师说一声。我想，郭老师一定也很关心他们两个。不知道今晡日给老师分出去，感情会不会有进展？我就知道是你故意凑合他们两个的。他们两个不积极，跟俺之后请几位老几条摊数啊。我妈妈。阿妹，你来的。妈干，你还是偏豆嘞。一打，好，阿妹，你很用的呢，好好的副卡数，你有没偏豆？啊，还没办干本日妈呀，按到迄水咩？我用迄滴，甲迄水按床。嘿啊，按床，你俩还总算伫床了吼。唔过你迄年办按到，总唔该按你了。你小嘛该啊？哈，我都出伤嘞。还讲该从发你哦。马健啊，你喊他带我去医院吧。我看不是很严重啊？你看，你又没异常，你低马该啊？伯母，我是体育老师，我对运动伤害这环节也是有研究的。简单的急救护理还难不倒我了。马姐，真紧做的哦。伯母的手伤还好，我先帮她推拿一下，擦点药减轻她的疼痛。你家有没有酸痛药膏啊？有，我去拿。你好。咩马健，应该会想报复俺干本日修理佢的事情吧？俺又要做的咯。救命！阿妹，用夸张的啦，叫你按摩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不会把你手扭断的啦。是啦。安做的？还好啦。唔啦，命量3笑，胃肚睡着，不用吃，你做你家就会用出来。唔是啦，阿叔阿姨，掠着正经拉拉，含做的天光日对偏动诶。正经的，命爸爸有交代，我爱着，照顾硬着，总得饭硬着饿倒呢。唔会啦，若爸做那个事情，要老记讲，你着当做我爱着啊。本来是为互相照顾，马查上介绍人从事，总是为顾婚姻啊。好啦，昨暝暗暝，爱着今晡日就点位陪爱着洗毛，好无？俩。郭阿明，郭老师。你好，我不放心他们，所以过来看看啊。听马老师说，他今天又昏倒了。对呀，阿明啊，最近最差劲了，动不动就晕倒。
你是不是因为缺乏我的关心，所以变得特别虚弱啊？啊，有没有？被我发现了哈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留下来陪你们好了。真的吗？可用诶，夹着脚尾顺长陪，挨着根本伊早就黑困嘞。郭老师，这2个小家伙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挨着先转移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再来聊。老师，这么多菜，跟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，我要带3个便当来啊。老师，林仲今天不是比赛吗？他比得怎样？应该还不错吧？看他自己蛮满意的样子。真的吗？阿姊，你爱很演手，真很有用诶。你只会管骗你，对我们上唔起噶。线上印发给图，有上好了吗？好忙诶。阿敏啊，那你要加油哦，因为截稿的日期就快到了，不能再拖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爸不在，我不想喝。错噶，我着动上阿爸，唔除了阿爸吃饱了吗？你们不要讲这种没有精神的话嘛！就因为爸爸不在，你们更要坚强啊！把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爸爸回来之后才会开心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快点吃了，吃饱了老师和你们写功课。好，可以。1小时。要不用查也无嘛问题啦吼。冇问题。你记得吼，喊你去阿翠嗰边杀个枪啊，就再转啦。好啦。啊？哎，看见没按欢喜，美术比赛又顺利啦啊。阿爸，今晡日按部什么个啦？来都市动摇。哦，都市摇呀，好，爸爸带你吃好料哈，给我10点嘛啊。小文啊，小几种嘛咯，中央3米波波来向阿你吃饭，冇变电听9点嘛。我有话老你讲。有嘛个事情啊，等18番转了再讲。是，迄个戆戆的喏，迄边手边迄红酒的，啊，菜都点好啦，女团，你要看到嘛啥了？这就讲较紧啦，慢年还有时间留你查。林长叔，记得你哪一啥包厢？来啊，老你介绍一下啦吼。亚米哦，迄林业夹妹啊，亚米哦，迄林业夹奶啊，哈哈。亚米吼，迄果汁松先生。幸会。讲起吼，嗰家配景吼，你讲啥糖多，莫讲多哦。夹爸，迄泉水村去太梯主啊，夹有开茶叶啊，比鸟有卡佫多1倍哦。哎，小文啊，我哋看嘛看咯，夹个趁早不过这样子啦啊。我姐啊，看他喜欢什么个菜色咯，问来点菜好无？菜单拿来。来，菜单啦。高生，我来盘鱼翅翡菜肉，还有金鱼来盘，还有凉拌白脆肉，还有笋干猪脚，2条来哈，2最好食的，还有人哋的客家名菜，姜丝炒菜菜，泡菜猪肉汤。好嘞，我点好嘞，其他看台小阿妈无？你都点按多啊？我看咯，应该做拉嘞。哦，阿英叔做得系啊？无啥人做啦。哎，福神啊，就这样哈，菜较夹得出来。姑姐，唔捌亲接去传人出发咯，凊彩点的种啊做客家名菜。冇办法啦，平常饮食馒头。哦，我平常吼，讲明台尊。呀，这个有梦无做呢，哈，隔壁啊，迄太铁做的来耶，本来，哈，还有你呐，上方二楼的啊，做袂赢呢，有知无？不过啊，我无做伊掠杀细来的，傲无礼貌的，哼，好势啊，啊，无介绍本二楼啥认识啦，哎呀，
好了好了，来吃饭了哈，给吃饭来。对，林老师跟他一起吃饭，该不会胸情？我们都在猜呀，郭老师一定很喜欢林老师，对不对？小鬼头。我们啊都觉得你们两个很速配耶。老师，你会不会结婚啊？哎，你怎么越讲越离谱啊？节奏。可以吧？我来导演哦。也许是我自己太一厢情愿了，这样也好，知道了真相，才能快点对你死心。一杯照出送意送我，目珠滴滴落，想见就唔滴开奈热落，黄沙半烟人潮，一杯照出送意送我，面生别离多。你若是山。